带您来听好歌了。今年才高2的黄宇娟发行第1张专辑，她就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客语的歌手。她也是入围者当中年纪最小的，能够入围，她很兴奋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透过镜头听听她唱的如何。站在台上表演，台风稳健，落落大方。就读永平工商的黄宇娟才高2，就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客语女歌手的提名，全校师生集气力挺。有人帮忙伴舞，有人加油，同学很捧场。因为黄宇娟才发行第1张专辑，就入围了金曲奖。整张专辑有电音摇滚风，也走抒情路线。他用清新的嗓音诠释，曲曲动人。就是觉得说，想要让现在跟我同年纪的人都可以接受我们现在的客家歌，因为其实现在的客家歌跟以前比较不一样嘛，现在就是比较创新、比较流行，也跟我们国语的趋势比较接近了。黄宇娟字正腔圆，咬字清晰，会接触客家歌。她说，全都是因为对阿婆的爱。是因为外婆一句话，她说她想听我唱山歌给她听，我就真的为了她去学啊。因为其实越唱越有兴趣，那会发现说，其实现在要我去唱其他种语言的歌，反而会没这么有自信。还是学生，有人觉得年纪轻轻就入围真的很幸运，但他其实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实践梦想。从小他参加过的比赛跟表演超过了200场，大大小小的奖杯也超过了30座。打擂台、学唱歌、磨练歌唱技巧，他相信基础砸得稳，才能跳得更高。觉得自己是客家人嘛，那么如果今天我不唱，那谁要来唱？就是一个纯粹是想要把自己母语唱好的心态。他一圆梦想发行了专辑，而入围金曲更是美梦成真。他希望在歌唱这条路上，他唱的客家歌曲能够感动更多人。稚气未脱的脸庞演绎青春音乐梦，当清新嗓音趁着同学的加油声诠释出的客家底蕴，震撼一段乐坛的感动时刻。